因为民众不管是租无好、租袂起，或者是租袂到等理由，现在政府第3期的包租代管计划阁要开始。16号都市发展局局长表示，因为台南第2期1200户欢迎入住，执行率达到8%3，所以今年中央扩大办理第3期，台南加分配到1600户，希望让民众住得安心，帮助更较侪弱势。同时嘛，保障厝主创造双赢。其中委托侪民代贵宾拢到场见证，甲委托办理的管理顾问公司共同宣布3期正式启动。租屋的房东以及想租房子的房客中间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桥梁，减少误会，减少认知差距，多了保障，多了一个优惠。那多了保障是我们保证房东能够房子租出去，每个月都能固定领到房租，多了优惠是对于经济弱势的人，他们房租会打折，打9折或打8折不等。那另外呢，对于政府以及许许多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来讲，对于这些房东房客的这个和谐相处，那就减少了纠纷，对法院也减少了诉讼。我觉得其实这是创造多赢的局面。那对于包租代管的部分，今年第3年我们增加了1600户。那这1600户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如果说能够提早达成的话，我们会再跟中央争取更多的名额，那来让许多台南市的想租屋客或是想做房东的朋友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媒合。你到厝想要出租，只要顺利加入这项计划，经过代管业者每下厝卡成功，政府对来补助每下的费用，也有租税优惠，以及每一栋1万块的征收。所以嘛，欢迎符合年满20岁，伫台南无厝，年收入99万以下，定条件的经济弱势，若有想要租厝来提出申请，保证安心有保障。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